请问您找谁呀？我找段飞，你知道他在哪儿吗？段飞？嗯。您找他什么事情啊？我找谁还得告诉你一声啊？当然要问清楚了，我要晓得你来干嘛的，知道不？我是他女朋友。你是他女朋友？啊，我来找自己男朋友有什么不行的吗？哼！方队长，何主任，刚才是怎么回事啊？刚才段飞的女朋友来找他了。段飞的女朋友？段飞有女朋友了？我跟你们再说一遍啊，不要什么人都放进啊，注意你们的素质啊，职业素质啊。段飞哥，你来这干嘛？当然是来找你的呀。你怎么进来的？我跟他们说我是你女朋友，他们当然就让我进来了。你说你是我女朋友啊？是啊，你怎么能乱说呢？我还没说什么，你怎么先不乐意了？你知不知道为了见你我有多么的不容易？好了，你赶紧回去吧，别影响我工作。你没有想我吗？赶紧回去吧，被你妈知道又要教育你了。我就不回去。啊，可能落车里了，我现在去找啊。你说你怎么样才能喜欢我呢？其实吧，我喜欢文静的女孩子，别太闹了。啊，文静的女孩多没意思啊！女孩子不能太闹。行，过不了几天呢，我就会变成安静的没事儿，到时候你就喜欢我了吧？行，我一会儿就走了。你跟我照相。谁呀？好啊。那你亲我一下。你别再无理取闹了。行，我走行了吧？我真走了，真走了。小飞哥，来，喝杯水吧。谢谢啊。哦，你看一下这个。好的。不要脸。啊，没什么，继续看吧。谁不要脸啊？方队长，是我。我想请你好好管理一下你手下的每一个员工，不要随意让乱七八糟的人进入红顶，更不允许员工在上班的时间做工作以外的事情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继续跟谁呀发这么大火？有些人就是这样，
上班的时间不好好工作，根本就不能恪尽职守。你看看，别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呀。好，我不生气了。我下班之后想去趟仓库。好啊，我陪你。不用了，你家离得远，早点回去吧。哦，我的云总这么体贴呢。那我多陪你一会儿啊。好好看吧。韩总，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你说，您太善，您的善会毁了您的目标，也许到那个时候，您自身都难保。属下觉得，继续说。红鼎集团能够走到现在，这其中经历的风风雨雨，我不用多说，你也清楚。您是这家公司的创办人之一。现在天海市群雄割据，几家大的集团实力雄厚，如果不用一些权宜之计，一保集团，二保您自己，您这位子，高队长，我没想到你还有这份野心和手段。韩总，您在集团是出钱又出力，您都这个年纪了，凭什么还要给别人的家族企业做贡献啊？韩总，无毒不丈夫。志清，干嘛呀你？从刚开始和你接触，